呀哈，俺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明音哦。第一个，开户，开户头，开户头。第二个，申请书，申请书，申请书。第三个，双证件，送证件，送证件。第四个，月薪，月结，月结。第五个，拍照，翕相，翕相。第六个，这个特别难哦，金融卡，金融卡，金融卡。好，第一开户，一係我寫好嘅申請書。有帶到送證件同印的嗎？有，第一。請問做乜嘅愛開戶？新嘅公司會發一級用嘅。好，一下開戶都會翕相，請看鏡頭。好。請等一下，潘好嘅會喊。潘好咧，也係唔嘅镀金鋪同金融卡。多謝。看係條到嘅樣片，阿恁來學習一下自己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有帶到送證件同印的嗎？有帶到雙證件與印章嗎？有帶到，有帶到，有帶到。雙證件、送證件、送證件與印章嗎？同印的嗎？同印的嗎？好，整句來咯。有帶到送證件同印的嗎？有帶到送證件同印的嗎？好，下一句，請問做乜嘅愛開戶？好，剛剛我們有教到開戶呢，客家話是說開戶頭。好，不過呢，這個在情境裡面呢，如果已經在郵局或銀行在問別人的時候，我們就知道是開戶，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簡單的說開戶，就代表是開戶頭。好，那我們來教咯。請問你，請問請問為什麼做乜嘅做乜嘅要開戶？愛開戶，愛開戶。好，整句來咯。請問做乜嘅愛開戶？請問做乜嘅愛開戶？下一句，一下開戶都愛翕相，請看鏡頭。現在開戶都要拍照，請看鏡頭。現在一下開戶開戶都要拍照。都愛翕相，都愛翕相，請看鏡頭，請看鏡頭，請看鏡頭。好，整句來咯，這邊很多很難的字哦。一下開戶都愛翕相，請看鏡頭。好，連續咯，一下開戶都愛翕相，請看鏡頭。最尾，請等一下。辦好了會喊請稍等一下，辦好了會叫您。請稍等一下，請等一下，請等一下。辦好了，辦好了，辦好了，會叫您。會喊會喊好，整句組合起來咯。請等一下，辦好了會喊請等一下，辦好了會喊好，以上的句型呢，是我們這個單元常用的公務句型，大家一樣多說、多聽、多跟着念，好不好？這樣才會進步哦，加油！